同樣經歷過用途改變嘅，仲有中區終審法院大樓。1911年正式啟用，作為最高法院以及律政司同民政檢察專員嘅辦公室。到1985年至到2011年，改為立法會機關舉行會議同辦公嘅地方。2015年完成修葺之後，作為終審法院，直到而家。香港第一條咧有冷氣嘅天橋咧，就係呢條啦。文華酒店太子大1965年建成，當初係為咗方便酒店住客前往商場，帶動消費。呢條天橋亦係建設中區行人天橋系統嘅開始，開啟咗咧中環行人天橋嘅網絡。而家睇到好多天橋連接唔同嘅建築物、商場、酒店，就係從嗰陣時開始嘅，方便市民穿梭各地點，緩解地面街道嘅擁擠。另外一個地方值得一提嘅，就係遮打道嘅大馬路。除咗平日作為行車，由呢個紀念碑開始咧，一直打後咧都係行人專用區。咁啊，假日咧嚟講咧好熱鬧嘅，因為好多外國嘅家務助理啊、傭工啊，就喺呢度咧就係歡聚。又唱歌又跳舞。除此亦有機構企業喺呢度舉行活動，例如近年嘅老爺車車展、人力車大賽、全城有機日嘉年華等等。遮打道由填海築地嘅政商起點，到今日兼顧商業活動同埋公共空間嘅核心區，令更多人同行業可以受益，亦標誌香港城市建設同埋文明進步嘅歷程。